韓國嘅股市，哇，日日都跌到熔斷，跟住又漲到熔斷。倒歷時美股同韓股嘅價差啦，非常之勁啊，居然可以超過50%。我認為喺145到150美元呢個區間係一個好唔錯嘅重新低買嘅機會。韓國嘅股市啦，咪都係哇，日日都熔斷啦，跌到熔斷，跟住又漲到熔斷，大起大落啊！諗自從海力士啦上咗美股之後啦，咪全市場最熱門嘅一個記憶體龍頭啦，就每日就大升大跌。咁美光啦嘛，自從海力士上之後啦，亦都係被海力士吸咗一個目光啦。咁啊高位回落到而家已經超過30%啦，明明可業績係非常之強啦，咁但係股價不停咁創新低啦。咁啊喺上個月上嘅 SpaceX 啦，更加係上嘅時候就一股難求啊，非常之火爆。咁但係嗱，最新琴日嘅目標嘅市價已經跌到120幾蚊，已經跌破咗135嘅招股價啦。咁但係咧嗱，睇翻 Apple 啦，蘋果居然喺呢排嘅啲科技股集體回調之際啊嘛，創咗歷史新高喎，咁啊重奪翻市場全球嘅市值第一啦，咁啊超越翻英偉達啦，嚟到差唔多4萬9億嘅一個美元嘅。咁但係嗱，Google 嚟講啦，咁啊呢排呢幾日亦都跌咗落嚟啦，咁啊。但係前排啦，咁啊都巴菲特加持啦，咁啊公開講話，其實 Google 啦係佢自己叫住喺退位之前最後揀嘅一隻重倉股啦。咁而家亦都係佔咗巴郡第三大嘅重倉。咁但係前兩日啦就公佈話 Gemini 嘅3.5 倍嘅一個模型係延遲發布嘅，咁就導致到股價跌咗落嚟。咁但係啦過幾日啦，咁啊 Google 嘅業績又要釋放啦，咁啊唔知道到時啊，會唔會有重新嘅一波行情咧？咁嗱，港股方面啦，咁恒指咧咁啊，今個禮拜四咧重上翻2萬5嘅，咁阿里啊、小米亦都係低位大幅嘅反彈，咁但係嗱，觀眾又會覺得而家指數好似港股方面恒生好強啦，咁但係嗱手上攞住好多半導體啊、科技股啊，咁但係又好似哇隨時腰斬咁犀利喎。特別有啲咩光通訊板塊啊，呢啲哇跌到七彩啦，咁所以嗱，今晚我哋啦最緊要就係幫大家解決幾個問題，咁就係第一就係嗱，點解啲好嘅公司依然可以暴跌咧？咁同埋點解業績越好啦，業績越好啦，咁但係股價反而又越弱咧？好似啊前幾日台積電啦發咗個超強嘅業績啦，啊股價又跌咗5%喎呢兩日，咁同埋跌咗落嚟。究竟應該係補倉好啊，定係要減倉呢？咁同埋嗱，今日啦同大家互動一個問題就係嗱，今次嘅晶片股啦、AI 嘅硬件股調整呢，咁究竟係牛市死咗啦，牛死了咁，定係只係倒車接人呢？咁大家亦都可以做一個咁嘅投票啦。咁啊覺得牛已經玩完啦嚇，進入熊市啦，定係？只係回調俾你，有機會上車喎，咁啊重新繼續去上漲喎，咁所以嗱，大家亦都喺度做個投票啦。咁係啦，嗱喺度啦嘛，先同大家問下 King Sir 先啦。嗱，最近啦，雖然指數就跌咗落嚟啦，咁但係咧嗱，今個月嘅一個非農啦同埋 CPI 嘅數據啦，咁其實都相當地降溫啦。咁但係咧嗱，美元指數同埋一個10年嘅美債好啊，30年美債好，都係持續喺高位啦。咁同埋前兩日啦，咁啊聯儲局嘅相關嘅官員甚至主席啦都出嚟發表講話啦，咁都係言論咧相當地鷹派啦。咁而家嗱，市場又重新討論呢個加息嘅可能啦。咁啊，想問下 King Sir 啊，究竟你覺得今年有冇機會真係話會加息咧？咁同埋對啲科技股嚟講，有咩影響咧？好嘅，各位晚上好嚇。咁其實咧，今晚想同大家換個風格嘅，我會講多少少從機構角度嚟講咧，其實接住落嚟點樣去睇個市嘅。咁但係過去嘅呢個星期咧，包括從7月份開始喺過去嘅呢2個星期，其實市場嘅核心矛盾已經好明顯咁樣，就係從前邊嘅情緒炒作，回歸到基本面定價嘅呢個過程。咁所以前邊嘅風格就係咩咧？1、2季度上半年一路狂飆嘅 AI 硬件、硬科技、芯片、半導體等等。包括前一段時間，我哋都講過相信光，你仲相信光，其實係要相信光嘅。不過短期要注意啫，長期而言，其實調咗落嚟之後要點樣做呢？咁今晚我哋就重點去講講呢個話題。咁而家接住先回答阿子你啱先提嘅呢個問題。
咁其實喺市場嘅角度嚟講咧，呢段時間美元指數重新回升，其實對市場嘅資金都係形成咗一種重複嘅效應。只不過一開始升嘅時候少啲，唔係好覺。但係通常喺呢種咁樣嘅指數波動嘅情況下，累計階段有得3個點到5個點嘅方向咧，佢對市場嘅嗰種叫做影響咧，就會從少少嘅量變變成一個叫做質變，再加上市場有一啲恐慌性嘅態勢，比如又喺度傳聞，又要繼續去關注個數據同埋相關有可能會加息。咁喺呢一點上邊，我個人嘅睇法，從加息嘅角度，目前嘅數據的確係好反覆，但係咧，我依然認為喺美國嘅當局美聯儲當局其實喺今年極有可能都係會克制加息嘅衝動嘅，因為其實我哋喺去年嘅年底嘅時候都已經係當其時嘅市場嘅預期係極其樂觀，預計今年全年可能會降息會降3次以上到4次。咁但係當時我亦都係同大家潑咗個冷水，我預計可能係冇咁多嘅，可能人哋會覺得3次4次以上，我個人認為可能係大概2次到嘅啫。但係後嚟修正到都係1次，而家大概率可能連1次都冇嘅情況之下，唔排除仲會加息，但我認為當局會極其克制。咁所以喺市場當中嘅預期當中咧，都會有可能喺下半年睇睇我哋接落嚟嘅，比如7月底啊後邊嘅數據，我覺得加息嘅概率目前去睇，市場認為會喺度升緊個概率嘅高度。但係我個人認為，我認為係仲係會逐步咁樣去控制呢個加息嘅衝動。點解咧？因為咁嘅情況下，先至會令到今年下半年好多嘅叫做資金喺中期趨勢同埋權衡利弊之下，共為明年留一條生路。係啦，咁啊，亦都提醒翻大家啦。嗱，未訂閱頻道嘅朋友啦，先記得訂閱我哋頻道啦，同埋點埋隔離嘅 long long 啦，咁啊可以開啟我哋嘅直播提醒嘅。因為嗱，未來1到2個星期咧，嗱 Google 出業績啦，海力士出業績啦，亦都相當之多嘅科技股巨頭都係出業績啦，同埋 Space 啦，亦都係開始解禁啦。咁同埋月底前啦，咁啊聯儲局嘅議息會議又即將登場啦，所以市場嘅波動亦都係非常之大嘅。咁所以嗱，記得訂閱我哋頻道啦，開啟我哋嘅 long long 啦。咁喺有咩時候啦，亦都不會錯過我哋嘅一個即時嘅解拆啦。OK，咁我哋嗱美股嘅一個大盤啊，納斯達克指數啦。咁嗱，單睇納指啦，咁其實最近都係震盪行情為主啦。咁但係咧，嗱費城半導體指數咧咁就大跌。今個禮拜跌咗1成啦，咁由高位落嚟已經係跌超咗2成，係叫住進入咗一個技術性熊市啦。咁嗱，King Sir點睇而家嗱？好似半導體入咗熊市，係咪真係冇咗機會咧？就真係要繼續要暴跌落去咧？同埋嚟到呢個位，嗱，作為一啲晶片股啦嘛，應該就係回答下頭先呢一個問題，就係應該係抄底啊，定係要割肉咧？好嘅，嗱，子寧，各位喺後邊要注意一樣風格，就係個風喺度切換。前段時間咧，其實半導體一路都係走得好硬，咁但係我個人嘅認為咧，就係市場行得快咗啲啦。正常情況下咧，喺呢個位置下邊係唔能夠追高嘅。咁當然而家真係出現咗調整嘅情況下咧，咁我嘅睇法又會點樣咧？其實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哋要睇翻市場，當真正調整之後，後邊有啲乜嘢嘅機會。其實我哋喺分析市場當中，一定要去有一句説話要記住，包括子寧都要記住。其實股價表面喺度調整嘅過程，我哋要理解資金背後嘅真實意圖係乜嘢。因為永遠決定個股價上漲嘅，一定係場外攞住錢嘅嗰班人。咁所以佢哋會點樣喺咩情況下、咩嘅位置先至會入場？到位未？呢個點位係大概係點嘅情況？其實呢啲先至係好重要嘅一種叫做對市場研讀同埋對大資金或者機構嘅一個叫做核心研判嘅一個叫做框架嘅一個基礎。咁其實從而家目前成個半導體落咗嚟嘅情況之下，首先一啲業績比較差嘅，或者係業績冇出現到一個叫做合乎市場預期，甚至乎超預期嘅，通通要小心。我認為佢哋嘅調整可能係只係到咗半山腰嘅啫，甚至乎後邊仲係要跌嘅。咁當然接住落嚟要關注嘅都係要啲咩嘅咧？就係要真正關注就係除咗基本面、除咗業績之外，最重要嘅就係確確實實嘅喺市場調整過程當中，佢哋嘅業績係成為市場當中最強嘅嗰5%、2%，甚至1%。咁我哋要喺呢個基本面邏輯當中揾啲確實紮實嘅機會咧，我認為先至係喺調整結束嘅時候可以捉住個 V 型上去嘅概率係最大嘅。係啦，咁啊嚟啦，睇下今日嗱講嘅第一隻個股啦。
離不開海力士啦，亦都係全球而家市場爭議最大嘅一個股啦。咁啊，自從上咗美股之後啦，哇，美股同韓股嘅一個價差啦，非常之勁啦。咁啊，禮拜二喺美股啦，當晚就升咗27%啦。咁但係對比韓股嘅溢價啦，即係用韓股嘅價格去轉換翻一個美元嘅時候啦，係居然可以超過50%嘅價差嘅。咁但係咧，你又見到嗱，美股大漲嘅時候，韓股又會大跌喎。咁同埋成個海力士最近都係嗱上上落落，一日升27%，下一日又可以跌1成幾啦。咁所以嗱呢個位咁覺得海力士應該係點睇？同埋嗱，琴日啦咁啊盤中就跌破咗一個招股價149美元啦，咁嚟到145.5美元附近嘅。咁啊收盤價收翻上嚟啦。咁嗱，K Sir 覺得而家150蚊呢附近呢個位咁值唔值得去抄底咧？好啦，首先喺呢度咧，要單間請阿子玲幫我哋先上個菜先，就係我哋喺海力士上市當晚前，我喺上市前提前3個小時對海力士短期嘅預期以及中期嘅股價，其實都俾出咗我自己嘅個人嘅睇法。咁喺呢個位置咧，亦都唔係話開玩笑嘅。其實喺無論係海力士同埋其他嘅標的，喺我哋嘅叫做框架裏邊，我亦都會盡我嘅能力去幫助大家。海力士喺上市期間咧，我認為其實如果個股票價格能夠喺接近招股價149美元嘅位置，大概5%嘅呢啲位置咧，係一個上車嘅好機會。請記住，係一個上車嘅好機會。咁但係如果倘若呢個短期漲幅高咗啦，咁我個人認為咧，你要注意喺呢個位置會有追高嘅風險，除非有一定嘅技術。但係隨住我認為本身公司嘅股價嘅業績係好確定嘅，因為其實海力士嘅訂單喺最新嘅數據同埋喺上市嘅時候，其實已經超越咗同行業，唔係話排單排到2027年嘅下半年，人哋已經排到去2028年嘅上半年。即係意思係咩呢？意思就係話你話緊佢個股價貴，賣緊明年嘅價，人哋已經賺緊後年嘅錢，甚至乎後年下半年嘅錢。咁所以其實隨住個市場可能喺某啲嘅情緒共振之下，個股價仲有向上漲嘅空間。咁我其實亦都針對呢一個可能嘅空間咧，提前俾咗一個預判，有可能市場後邊嘅嗰個叫做中線目標情況下，其實可以去到大概139到201呢個位置嘅附近。咁其實我想同大家講嘅就係話，市從機構嘅角度嚟講，呢啲都係可以喺海力士上市後要值得關注嘅。咁我個人其實認為咧，就即係相當於就係佢嘅嗰個折價嘅空間同埋中線業績嘅嗰個叫做底盤邏輯，就係約價喺上市招股價大概5個點範圍內，你可以理解就係150美元附近到195美元附近嘅區間震盪都係合理嘅。咁而家回頭睇翻上市後嘅近呢一個星期嘅走勢，大家就知道啦。咁但可能阿子玲同埋其他同學仔會想問我，點解短期會咁勁漲起上嚟個最高位啱啱好去到193美元附近呢？咁我又想問下子玲，考下你啦，又點解會爆起上嚟咁勁呢？嗰晚會咁勁呢？點解啊？我最近啦嗱，見到一個大家講嘅劇本啦嚇，咁啊講緊話嗱就係華爾街啦，咁啊喺度做空緊韓國啦，咁啊因為海力士嘅韓股上咗美股啦，咁啊其實係有一個套利嘅方法嘅，咁就係嗱咧美股升咗上去之後，咁其實佢係可以用一個途徑啦去兌換翻佢嘅韓股嘅，跟住咧喺韓股嗰邊就沽翻落嚟。咁啊，做翻一個價差，所以我其實最近都會見到，晚黑海力士喺度漲，咁但係第二日嘅海力士好多時候都係高開低走，咁高開低走之後啦，咁啲人又會抄翻落去美股，又去咁一個做嗰個循環嘅，咁所以亦都係嗱，當日就首先星期二嘅當晚啦嘛，因為呢個 CPI 數據啦嘛，非常之降溫啊嘛，對於呢個加息預期冇咗啦，咁啊有一個降息嘅預期啦，成個市場大漲啦。咁所以嗱，海力士啊嘛，而家焦點之下，首當其衝啊嘛，大漲翻上嚟，可以衝到去190幾蚊呢個位置啦。OK，仲有一點咧，就係咁點樣咧？其實結合市場機構當中嘅一種打法，就係將中期業績提前去兌現出嚟。其實市場咧，其實都好多好似我咁樣嘅一啲投資人，係可以通過各種嘅途徑咧，可以知道好多嘅業績嘅預估啦，同埋大概嘅數據。只要喺特定嘅條件同埋更多嘅情況提煉到出嚟嘅情況下，其實好多嘅一啲相對嘅中期嘅價格係可以大概率去被
測算或者係叫做預估出嚟嘅。咁但係市場一種做法就係、喺既然大家都會覺得喺呢個價格係值嘅情況下，咁有啲人就會喺市場嘅情緒嘅樂觀情況下，咁利用佢嘅資金體量咧，就會將佢高舉高打，去打到去嗰個叫做相應嘅合理價位。但係市場一種情緒好特別嘅，當好似去買塊玉石咁樣，市場估價可能係40萬到50萬之間。咁如果有啲人佢覺得真係中意呢件嘢，話唔定可以認為佢會值60萬、70萬都有。但係懂行嘅人就會喺呢個位置，從40萬一嘢叫價就叫到去50萬，甚至乎55萬呢個區間，等到後來者只有追高嘅份。咁其實呢種就係一種市場情緒當中博弈嘅關注點。短期喺去到194美元呢一晚咧，其實我哋自己喺社群我都提醒大家，呢個位置短線係要注意去做一個咩動作啊？短線止贏，逢高減倉。我認為後邊只有等個價錢調一調落嚟先至有機會。咁所以其實海力士短期其實你可以理解就係一個非常之可以去用波段操作同埋玩過山車嘅策略去做嘅一個標的。唔好講話美股海力士啊，韓股一樣嘅就係呢段時間。你如果將佢當成係價值投資、無腦長持嘅投資者或者朋友咧，其實呢段時間其實做賺唔到咩錢嘅。呢段時間其實同賭冇咩分別嘅啫。但係你又要有一個咁樣嘅心態，只要佢嘅業績而家咁確定，前期唔好追高，低位跌落嚟，去到一定嘅幅度，比如高位打個8折啦，甚至乎係差唔多嘅位置咧，其實低買問題不大。所以我個人嘅睇法好簡單，我喺上市嘅初期對海力士嘅估價亦都係介乎喺150到193附近呢個位置，所以短期高賣之後，咁而家呢個位置咧，我個人睇法應該係要堅持原則。我認為喺145到150美元呢個區間，亦都係叫做星期五晚啱啱出現嘅價錢嚇。我認為呢個價位係一個好唔錯嘅重新低買嘅機會。記住，只要唔貪心，其實接住落嚟海力士嘅操作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就係你每一輪大概預估有10到15個點嘅波動空間。買定停手，食完就走，只要唔貪心，反覆循環，仲可能會做多幾次嘅可能性。